大家好，喺呢條片入邊 ，Charlie Munger 探討咗行為心理學同經濟學之間嘅交集，並且列舉咗接近20種導致人類判斷失誤嘅認知傾向。佢認為傳統學術範疇太過封閉，往往忽略咗獎勵機制、社會認同同一致性偏見點樣潛移默化嘅影響我哋嘅決策。透過唔同嘅案例研究 ，Munger 說明嘅所謂 Lollapalooza 效應，即係多種心理觸發因素一齊發生，會喺商業同法律領域產生極端非理性嘅行為。佢強調理論架構同思維模型嘅重要性，用嚟對抗呢啲天生嘅偏見。最終，佢提倡用跨學科嘅方法去追求智慧，鼓勵大家訓練自己個腦，識得認出同避免呢啲有規律嘅錯誤。我幫你分咗成2個簡單部分，重點回顧。首先，我哋會俾你一個高層次嘅重點總結，等你即刻掌握大致內容。演講內容之後，我會播翻 Charlie 親自講嘅演講片段，等你可以直接聽到原汁原味嘅內容。呢個就係重點回顧。喂，你有冇諗過點解我哋身邊嘅諗落好嘢嘅人，有時都會做咗好無睇頭嘅決定？今日呢，我哋就借用傳奇投資家查理蒙格嘅智慧，佢傾下呢個又有趣又重要嘅問題。你睇下，蒙格就發現，其實呢啲唔理性嘅行為模式，唔單止到處都見到，仲要係好誇張嘅出現。重點係嗰陣時根本佢哋現成理論可以解釋晒呢啲嘅。蒙格點算好呢？你就冇。好啦，咁我自己噶啦，自己喐手整一個思維框架，專登用嘅理解同埋避開呢啲人性陷阱。所以呢，就帶到我哋今日最核心嘅一個問題：點解呢？究竟點解連佢最頂尖、最醒目嘅人，有時都會犯佢嘅災難性嘅錯誤？好啦，我哋一齊嚟揭開呢個謎底啦。為咗等大家真係感受到判斷錯誤嘅代價有幾高，我哋唔講嘅空泛理論，直接係一個血淋淋嘅例子，一個真真正正喺黑暗中發生嘅災難。呢個故事係關於麥道公司飛機疏散災難咁樣嘅。根據規定，佢哋要喺一個全黑嘅停機棚入邊做一個安全測試。咁呢個測試係咩嚟嘅？就係要模擬乘客。你睇下啦，25英尺高，差唔多有2層樓嘅高。要滑落去硬邦邦嘅水泥地，結果淨係上午嗰次測試就已經有20個人重傷。你聽到呢度可能會諗嚟，發生嘅乜事應該即刻停低啦。錯啦，佢哋下晝竟然又再做多次測試，結果點？又多咗20個傷者，其中一個人條脊椎仲斷咗，搞到終身嚟嘅，真係誇張到不得了。所以你哋呢啲真係唔係咩運氣唔好。呢個就係一次徹頭徹尾心理學上嘅大失敗，而蒙格嘅建立嗰個思維框架就係要幫我哋預防呢啲聽落好離譜，但係其實係可以預計到嘅錯誤。好啦，接住落咗重頭戲噶啦，我哋就要打開蒙格嘅心智工具箱。喂，你唔好一開始就諗住呢，佢係咁好悶嘅理論清單。你要當佢係一套即刻用得着，可以加強我哋思考能力，令我哋用更聰明方法去睇世界嘅超實用工具。好，第一個工具就同我哋每日都會遇到嘅誘因有關。蒙格叫佢做激勵，引起咗偏見。咩意思呢？簡單嚟講，就係當有一個好強大嘅誘因擺咗你面前嘅時候，佢會令我哋唔覺之間做咗冇有偏見，甚至好差嘅行為。蒙格講咗一個故事，我覺得超經典，完美咁解釋咗呢一點。佢話有一位醫術勁頭嘅醫生，竟然將一啲嘅健康嘅膽囊，你哋聽錯，係健康體啊，送去病理科。你唔係壞人啊，佢由心底度相信膽囊就係所有醫療罪惡嘅根源。你話點可能會嚟嘅？其實原因好簡單，因為佢每切除一個膽囊就可以賺錢。就係呢個激勵徹徹底底嘅扭曲咗佢對現實嘅判斷。所以我哋喺呢度學到咗第一個重點，其實好簡單，但都好重要，就係你永遠都要先睇下嗰個激勵因素係咩。真係喺解釋人類行為嘅時候，佢嘅力量幾乎比任何其他因素都仲要強大。好，咁下一個工具，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唔陌生，就係我哋成日講嘅社會認同。簡單嚟講，就係當我哋唔太肯定應該點做嘅時候，會下意識咁，喂，睇下周圍嘅人做緊咩，然後就跟住做。係啦，就係我哋成日講嘅從眾或者跟風。蒙格就舉咗一個商場上好出名嘅例子，佢話當年有間石油公司唔知點解突然間走去收購咗一間化肥公司，
結果你估下點？幾乎所有其他石油巨頭都一窩蜂嘅跟住去收購化肥公司，佢哋真係需要咩？其實根本唔使。佢最後結果係點？就係一場徹頭徹尾嘅大災難。所以呢度要俾我哋一個關鍵嘅提醒，就係千祈要記住，大家都做緊嘢嘅，真係唔代表佢就一定啱。獨立思考，無論咩時候都超級重要。好啦，第三個工具其實就係關於我哋人有幾唔願意去改變自己嘅睇法。蒙格叫呢樣嘢做一致性同承諾傾向，冇用咗一個我覺得好鬼巧妙嘅比喻。佢話人腦就好似一粒卵咁，一旦有個睇法成功入咗去，佢就會bang一聲up埋道門，唔再俾其他新睇法入咗。你可能會覺得，咦？呢啲淨係我哋普通人才會嘅啫，錯啦！就連偉大嘅物理學家普朗克都觀察到一個現象，佢話佢新嘅物理學理論從來都唔係俾佢守舊嘅老教授接受嘅，冇點算好，通常都係等到佢哋全部都過身嘅，然後佢思想佢哋死板嘅新一代出現，佢新理論先至終於有機會變成主流。你睇下，連天才都係咁。呢個俾咗我哋一個啟示，但係講真，呢樣嘢真係好挑戰人性。就係當你見到有更好嘅證據出現嘅時候，你敢唔敢親手摧毀自己以前最中意、最信嘅嗰個諗法？呢種係一種超級困難，但又真係好重要嘅知識誠實。OK， 啱啱我哋係逐個介紹呢啲心理偏誤，但係蒙格就警告我哋，真正恐怖嘅威脅其實係來自佢哋一齊夾埋用嘅時候。佢仲特登為呢樣嘢創造咗一個詞，聽落幾有趣。叫做 Lollapalooza 效應。冇咩係 Lollapalooza 效應呢？簡單嚟講，就係當有幾種心理偏見同一時間一齊推你向同一個方向嘅時候，佢哋產生嘅力量會一下子爆炸性嘅增長。呢個唔係1+1等於2，可能係1+1等於10，甚至更加多。公開喊價嘅拍賣會就係一個超級完美嘅例子。你睇下，你就喺現場啦。首先，社會認同會喺你耳邊講。你睇下，大家都出緊價，呢樣嘢一定係好叻嘅嘢。跟住剝奪感嘅超級反應會開始喺你心入邊尖叫，冇唔再出價，我夢寐以求，佢哋就俾人搶走啦。最後一致性傾向會悄悄咁同你講：唉，我都已經喺度花咗咁多時間同心機，依家放棄唔係好可惜咩？你睇下啦，喺咁多重心理偏誤夾擊之下，你仲想做個理性判斷？基本上係冇可能㗎，好似蒙格講得超直接咁，佢話呢種組合根本就係專登設計嘅，令到人個腦變成一團漿糊。好啦，既然我哋知道呢個問題有幾嚴重，佢到底應該點做先得呢？唔使擔心，蒙格唔係淨係提出問題咁簡單，佢都俾咗我哋一套解藥工具箱，幫我哋反擊呢啲心理偏誤。咁啦，呢度有3個可以幫我哋保持頭腦清醒嘅解藥，你可以記低佢哋。第一，要好似達爾文咁去思考，你要主動有意識咁去揾佢可以推翻你最珍惜、最相信嗰個信念嘅證據。第二，運用阿敦嘅規矩，其實好簡單，就係逼自己先做嘢，你唔中意但好重要嘅事之後先至做嘢，你中意嘅嘢冇獎勵自己。第三，就係巴菲特對付拍賣會嘅終極大絕招，就係直接唔好去。OK， 喺我哋今日內容完結之前，仲有一個最重要嘅核心觀念，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帶翻屋企。點解話呢個最重要呢？因為呢個世界到處都有人想利用人性嘅弱點咁操控你，無論係廣告商定政治人物都係佢。所以去學習去建立呢套心智工具箱，其實唔單止係為咗追求成功，更加重要係為咗自我防衛。好，最後我想留一個問題，等大家翻去可以好好睇一睇。喺我哋今日提過咗呢啲心理偏見入邊，你覺得邊一種對你個人生活嘅阻礙最大呢？誠實咁面對嘅，揾出嚟，呢個就係你作出改變嘅第一步。我對人類嘅誤判呢個話題咧非常感興趣，而且上帝知道我為此付出咗幾多代價，相當一部分。我認為我仲未有創造出我應有嘅統計份額。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呢，係我試圖彌補我從哈佛法學院畢業時所持有嘅呢種可怕嘅無知。我睇到咗呢個極端嘅模式化非理性行為。我哋理論啊或者其他方法去應對，但我睇得出嚟好極端，而且有規律。我就開始自己
建立一套心理學系統，一部分係隨意閱讀得嘅，但係大部分都係靠親身經歷。我用呢個模式幫自己過人生。到人生比較後期，我偶然間接觸到呢一本書，就一位叫 Bob Cialdini 嘅心理學家影響。咁好後生就喺一間有2000人嘅學院度成為超級長聘嘅紅人。佢寫咗本書，而家已經賣咗30幾萬本，真係好犀利。對於本學術界嚟講，其實呢本係一本學術書，但係針對大眾讀者。呢本書呢幫我補咗好多我原本粗糙系統入邊嘅漏洞。當嘅漏洞補好咗之後，我覺得我終於有一套好用嘅系統，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呢套系統。我會睇到呢度，因為行為經濟學點可以唔係行為嘅呢？如果唔係行為，佢究竟係咩嚟嘅？我覺得好明顯，所有現實都要互相尊重彼此嘅現實。如果你遇到矛盾呢，就一定要解決嘅。所以如果心理學有啲咩道理，經濟學都一定要承認，反之亦然。所以我覺得啲人喺經濟學同心理學之間呢個邊緣度做研究嘅人呢，佢哋絕對係啱嘅。我都覺得過去好多年呢，有唔少地方都做錯嘅。咁而家等我盡量快啲講下呢24個人類判斷錯誤嘅標準原因，睇下有幾多可以講到。首先心理學家叫做強化，經濟學家叫做誘因嘅力量，大家都低估咗。你可以話大家都知呢樣嘢啦，但我覺得我一世人都算係同齡人入邊最頂尖5%嘅理解誘因嘅力量，但我一世人都係低估咗嘅。每一年都唔例外，但係每年都會有啲新嘅令我再推高自己對誘因力量嘅認知極限。咁所以講到誘因力量，我最中意嘅例子之一呢，就係誘因力量最經典嘅例子就係聯邦快遞 Federal Express 嗰單。成個系統最核心就係每晚所有包裹都要你一個中央地點好快咁轉運。如果成個班次唔可以快手完成，佢成個系統就冇乜誠信。聯邦快遞真係搞到頭都大埋，點都搞唔掂。佢哋試過用道德勸說，咩方法都試過。咁最後呢，終於有人攞到，原來佢哋係用時薪嘅俾夜班工人。佢可能如果轉做以每個班次計薪呢，成個系統會運作得好嘅。結果真係咁做之後呢，問題就解決咗。早期Xerox 歷史入邊呢， Joe Wilson 嗰陣喺政府做嘢呢，都要翻去Xerox，因為佢唔明點解新機明明好過舊機，但新機賣得咁差，舊機反而賣得好。咁當然，當佢到達嗰度時呢，佢發現佣金同埋與銷售員嘅協議極大咁刺激咗劣質機器嘅銷售，而喺哈佛大學喺 BF 嘅陰影之下，斯金納確實有一個人以嘅身份加入咗增援部隊，好有啟發性嘅諗法。你知道斯金納喺好多地方都失去咗聲譽，但如果你分析哈佛大學實驗科學嘅整個歷史，佢絕對能躋身頂尖行列。佢哋個實驗呢，真係非常之有創意，結果好反直覺，而且好重要。實驗科學能做到嘅已經好啲，唔容易再有突破。不過斯金納嘅名聲之所以受損，就係因為佢發展嘅一種我成日叫做手持錘仔綜合症嘅情況。對於手持錘仔嘅人嚟講，所有問題睇落去都好似釘咁。而斯金納喺學術界歷史上算係其中一個比較嚴重嘅例子。而呢種綜合症呢，其實連聰明人都唔例外，其實就係手持錘仔嘅人啫。而斯金納就係一個極端嘅例子。之後我落到清單下邊呢，我哋一齊翻轉頭試下揾下原因，點解好似斯金納咁嘅人會有手持錘仔綜合症？順帶一提，當我哋哈佛法學院嘅時候，有位教授，當然係耶魯嗰邊嘅，喺哈佛成日俾人揶揄討論。佢成日話可憐佢 Blanchard， 佢以為宣告性判決可以醫癌症。斯金納就係變成佢嘅，唔止佢仲好有文采。
佢仲會睇唔起佢有唔同睇法，或者覺得其他嘢都重要嘅對手。如果其他人最後都證明佢自己做緊咁重要嘅，咁樣做其實唔會令你建立到長遠嘅名聲。我第二個因素呢，就係簡單嘅心理否認。呢樣嘢呢，第一次真係好深刻嘅衝擊嘅我。當時我哋家族呢，有個朋友喺個仔又冇運動又冇讀書呢，喺北大西洋航空母艦起飛之後呢，就再湊翻佢。咁阿媽本身係個好理智嘅女人，咁就一直都唔信個仔死嘅。當然啦，如果你開電視呢，你會見到佢最明顯嘅罪犯嘅媽媽，無論點佢都係壞人，但佢哋全部都覺得自己個仔係無辜嘅。簡單嘅心理否認，現實太痛苦，頂唔順，你就會將佢扭曲到自己頂得順為止。其實我哋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咁做，呢個都好常見嘅。心理上嘅錯誤判斷會帶嚟好嚴重嘅問題。第三就係因為誘因而產生嘅偏見，無論係自己定係你信任嘅顧問，都會有經濟學家叫呢啲做代理成本。我早期嘅經歷就係有個醫生，佢成咗正常嘅膽囊送去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一間頂尖醫院嘅病理實驗室。至於社區醫院最出名嘅質量監控又點呢？大約5年之後，佢本應被調離原崗位。參與調離嘅老醫生中，亦都有一位係佢嘅家人朋友。我問佢，我話俾我知，佢係咪認為呢個係我發揮才能嘅機會？呢個人技術非常之精湛，每年靠幾起傷人謀殺案同一啲詐騙案就能過上富裕嘅生活。佢話點會啊，查理？佢覺得膽囊係所有醫學問題嘅根源。如果你真係愛你嘅病人，你就應該越快將個器官攞出嚟越好。呢個係極端例子，但係輕微咁嘅情況，其實每個行業每個人身上都有，而且會導致完全唔應該出現嘅行為，真係好差嘅行為。如果你睇下商業地產同生意經紀嘅銷售簡報，我70歲啦，我都未見過一份係真嘅。我覺得連接近客觀事實都冇。如果你想講下誘因嘅威力同埋合理化壞行為嘅能力，國防部用咗夠多，成本加成百分比。合約之後，我哋共和國嘅反應就係立法禁止聯邦政府再寫呢啲合約，而且唔止係犯法，仲係重罪。順帶一提，政府咁做係啱嘅，但係其實世界上好多地方，包括大部分律師行同埋其他好多地方，仲係用緊成本加成百分比呢種制度。而人性本身，正如我所講嘅，誘因偏見就會導致呢啲嚴重嘅濫用情況。而且做緊呢啲咁嘅人，佢哋同你家人結婚，你都會覺得好過其他選擇。咁其實呢度有好大嘅啟示，就係因為人類嘅思維本身就係咁樣組成嘅，所以發明嘅收銀機呢，佢令到人難以做壞事嘅人，其實呢係我哋文明入邊真正有貢獻嘅聖人。收銀機啱啱發明出嚟嗰陣，真係一件好有道德意義嘅工具。順帶一提呢， Patterson 呢其實係知道呢樣嘢嘅。佢以前呢開過間細鋪頭，佢員工偷到嘅1蚊都冇賺到。之後呢，有人賣咗幾部收銀機俾佢，生意即刻開始賺錢。當然啦，佢就執咗間鋪，轉行做收銀機生意。結果就係，所以呢樣嘢真係好重要，好大件事。如果你有啲心理學教科書，你會發現成1000頁書入邊得一句講到呢樣嘢。唔知點解誘因偏見呢個主題喺標準心理學課程入邊竟然佢哋人提過。第4點，呢個真係超能力嚟嘅，佢會導致錯誤嘅心理傾向入邊嚟自一致性同承諾傾向嘅偏見，包括避免或者即刻解決認知失調嘅傾向，仲有對所有結論自我確認嘅傾向，特別係對公開講出嚟嘅結論更加明顯，而對於好難得出嚟嘅結論就更加堅持。但我想講嘅係，人腦其實好似人類卵子咁，而人類卵子係有個自動關閉裝置嘅，當精子入咗去之後呢，佢就會關閉。
咁下一隻精子就入唔到啦。人腦都有一種好大嘅類似傾向。同樣呢種情況唔只會影響普通人，連物理學院長都會中招。根據馬克思普朗克講啦，真正創新重要嘅新物理學，舊一輩其實從來都唔會真心接受，反而後來有新一代出現，咁佢哋嘅俾自己之前嘅結論困住咗個腦。如果連普朗克同埋佢嗰班科學家團隊都一直咁堅持住自己所得到嘅研究結論，完全唔去理會任何出現喺面前嘅反面證據，你可以試下想像下，我哋而家所身處嘅呢個科學群體究竟會變成一個點樣嘅樣貌呢？當你公開講嘅自己嘅結論，其實你係將呢個想法更加深植自己腦入邊。好多嗰啲對住我哋大叫嘅學生呢，其實佢哋唔係說服緊我哋，反而係為自己加咗思想枷鎖，因為佢哋大聲講出嚟嘅嘢係一邊講一邊加深自己信念。我覺得如果教育機構營造咗一個咁嘅氛圍，太多呢啲情況發生，佢本質上嚟講，呢啲係唔負責任嘅機構。呢樣嘢好重要，唔好太細個就因為自己大聲講咗啲咩，而將自己個腦困死。所有呢啲痛苦嘅考核同入會儀式呢，其實都係加深你對自己承諾同想法嘅執着。中國嗰套針對戰俘嘅洗腦系統呢，其實比其他國家高明得多。佢哋會引導人哋做咗好細微嘅承諾同表態，然後慢慢一步一步加深。呢種方法比起用酷刑有效得多。第六，巴甫洛夫式聯想偏誤，即係將過去嘅相關性誤解為可靠嘅決策基礎。其實呢，我都冇讀過心理學或者經濟學啦。不過呢，我哋中學生物堂呢學過巴甫洛夫，佢哋教嗰陣就係話，隻狗聽到鐘聲就流口水，佢又點啫？冇人試過將呢樣嘢同現實世界聯繫埋一齊。事實上，巴甫洛夫式聯想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邊係一股極之強大嘅心理力量。其實呢，喺經濟學入邊，如果佢哋所謂次級增強 secondary reinforcement 嘅作用，我哋根本唔會有錢呢樣嘢。呢個完全係心理學現象啦。喺實驗室入邊呢已經證明咗。實際上呢，我會話差唔多3%嘅廣告呢都係純粹用巴甫洛夫原理嘅運作。即係話睇下純粹聯想係點樣發揮作用。好似可樂公司嘅，我哋係最大股東，佢哋想同所有美好嘅形象拉上關係，奧運入邊嘅英勇事蹟、動聽嘅音樂佢都得，但係佢哋就唔想同總統喪禮嗰啲場合有關聯。你幾時見過可樂出現咗呢啲場合？而事實上呢，呢種聯想真係好有效，而且所有呢啲心理傾向呢，大部分甚至完全都係喺潛意識層面發生，所以特別陰險。跟住你又有波斯信使綜合症，波斯人呢真係會殺佢帶咗壞消息嘅信使。你以為呢種情況已經冇嘅？即係話你應該睇下 Bill Paley 最後20年係點，佢一啲唔想聽佢嘅，完全聽唔入耳。大家都知。大家都知咧，就話如果帶嚟 Bill Paley 唔想聽嘅消息俾佢，對信使嚟講係好唔好？咁即係話領導人會困咗一個脫離現實嘅繭入面。我間公司咁大，喺過去20年咧，真係做咗唔少蠢決定。你知啦，波斯信使綜合症依家仲好活躍。幾年前我見到 Arco 同 Exxon 喺德州高等法院度，為咗北波條約入邊幾億蚊嘅模糊位爭拗，雙方都帶住大班律師同專家。呢個簡直就係鳳母子嘅下午茶派對。兩間工程型公司連啲模糊位都解決唔到，結果要喺德州高等法院度花幾千萬美金。我覺得發生嘅冇事，其實係冇人想大。要向上邊嘅高層報壞消息，話原本以為有啲幾億蚊，其實佢倒不如學波斯信使咁，走去拎埋唔好帶翻輸嘅賬嘅消息翻屋企，安全好多。講到經濟學呢，我一生人呢見過好多次一個好有趣嘅現象。你有兩款產品，
假設佢哋都係複雜嘅技術產品，咁你會咁根據經濟學定律呢，如果產品 A 賣 X 蚊呢，產品 U 賣 X 呢，減咗錢，佢哋應該會賣得好過賣 X 加嘅錢。但事實唔係嘅，好多時當你加高另一款產品嘅價錢，佢反而會睇到比減價時更大嘅市場份額，仲多過你賣得平過對手嗰陣。因為個中升，一個巴甫洛夫式嘅中升，我意思係平時價錢同價值係有關聯嘅。你有一個資訊唔對稱嘅情況，所以當你加價，銷量咧反而會比你嘅競爭對手高。呢種情況一再發生，次次都係咁，呢個係純粹巴甫洛夫式嘅現象。你可以話經濟學家開始講資訊唔對稱嘅時候，其實已經發現咗呢啲現象。但係其實咧，經濟學界發現佢明顯嘅嘢都算幾遲。當然咧，大部分人咧都冇問過究竟係咩原因導致資訊唔對稱。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純粹巴甫洛夫同嗰隻狗嘅實驗。而家你又有史金納式聯想 P5 操作性制約，你知啦，即係你俾隻狗獎勵，然後加強啲做啲嘅行為先至睇到獎勵。咁當然啦，史金納都可以透過獎勵偶然出現喺某啲情況下，成功訓練出迷信嘅鴿子嘅。當然，我哋都識咗人，根本就係人類版嘅迷信鴿子。呢個現象好有影響力，操作性制約真係有效。我意思就係覺得操作性制約好重要嘅人，佢哋真係講得啱。只不過史金納有冇過火嘅啫。你喺商業世界入邊見到因為心理根源嘅傾向而導致極之可怕嘅結果，最明顯就係會計方面，好似 Westinghouse 咁，佢哋蝕咗幾多？20-30億美金稅前都係借錢俾發展商起酒店，而且基本上係100%貸款。你會話任何傻仔都知，有一樣嘢你唔中意就係發展商，另一樣你唔中意就係酒店。而家你話借100%貸款俾個發展商去起酒店，但係呢個人佢大概都係工程師出身嘅，心理學同我一樣都冇讀過，結果就咁樣出嚟做嘅。落咗嘅滑頭 sell 手上咧，佢哋用自己一套所謂誘因偏見去操作，只要有任何方法可以令 Westinghouse 做呢啲嘢，都當係正常生意，結果就咁樣蝕到。如果唔係會計制度咁樣設計，令每單交易頭一段時間都睇落好靚仔，呢啲事根本唔會發生。所以佢會計標準鬆散嘅人呢，其實就係邀請其他人做咗極之離譜嘅行為。呢個係一種罪，絕對係一種罪。如果你拎住一啲嘅錢行過貧民區，仲要咁易俾人偷，佢都係一種好大嘅人性罪惡，因為你會引致好多壞行為，而呢啲壞行為仲會蔓延開去。同樣道理呢，一間機構如果會計做得馬虎，都犯咗一個真正嘅人性罪惡。而且正如 Westinghouse 嘅精彩嘅證明嘅，咁樣做生意呢，其實好蠢。奇怪嘅係，至少我見過啲人都冇提過 Joe Jett 同 Kidder Peabody 發生咩事。事實上，會計系統設計到只要冇幾個掣，世界上嘅 Joe Jett 就可以做到盈利出嚟，而呢啲盈利就咁樣出現，仲帶嚟獎勵、尊重，甚至所有人都想要佢哋。對於嗰啲人嚟講，其實 Joe Jett 呢啲人永遠都會存在嘅。咁我哋佢哋都唔算真係要負咩責任，但係設計出咗愚蠢會計系統嗰個仆街，據我所知仲未俾人活生生嘅剝皮，咁就真係應該俾我哋第7道懲罰。咁講翻互惠原則啦，呢種傾向包括一個人喺某個角色入邊會按其他人期望去行事嘅傾向。咁係呢度又要提下 CL，Denay 喺呢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而你哋每個人都會攞到一本 CL、Denay 嘅書。如果你有我想象中一半嘅聰明呢，你即刻會幫你所有小朋友同幾個朋友訂多幾本，你一世都揾唔到更好嘅投資。喺現實生活入邊呢，好容易就會俾睇所講嘅順從專家呃嘅做水魚。
但無論點，互惠傾向真係非常非常強大。呢個現象同 CL 點，佢用咗一個實驗證明呢點，佢喺校園周圍問人，叫佢哋帶咗少年犯去動物園，因為係校園，結果每6個人就有1個真係答應緊去做。之後冇收集嘅統計數據，就冇同一個校園再問其他人。咁佢話：你可唔可以每個星期抽2個下晝去，多謝你帶嚟少年犯去某啲地方啦，自己都要受好多苦去幫佢哋。結果呢 100% 嘅人呢都話唔得，但係喺提出第一個要求之後呢，就退一步，佢話：咁你至少可唔可以抽1個下晝帶你哋去動物園？佢將答應嘅比率由1/3咧提升到1半，只係用佢斯文大 T 再退一步。呢個方法冇成功率高咗3倍。其實人哋潛意識係可以咁樣被操控嘅，但你自己都唔知。我成日都話，你就好似一個單腳人去參加踢屁股比賽嘅，即係話你真係俾啲太多機會俾外邊世界，自己根本負擔唔起。講到所謂嘅角色理論，其實你會傾向去做其他人期望你做嘅嘢，呢個就係互惠。如果你睇下社會點樣組織起嚟，有個叫 Zimbardo 嘅人喺史丹福大學叫啲人分成2組，一組做獄卒，另一組做囚犯。佢哋開始照住大家期望嘅去扮演角色，做咗大約5日呢，佢就要停咗個實驗，因為已經出現咗人性痛苦、崩潰同埋病態行為，即係真係好震撼。不過其實 Zimbardo 咧成日俾人誤解，唔係淨係互惠傾向同角色理論先至導致佢嘅情況，仲有一樣嘢叫做一致性同承諾傾向。每一個人無論佢做獄卒定囚犯，咁嘅行為本身都係不斷加深嘅呢個概念。無論你去到邊呢，一致性呢同承諾傾向呢都會影響你。換句話講，你點睇可能會影響你點做，但係更重要嘅係你點做會改變你點睇。你可以話大家都知啦，但係我想講，我自己以前都唔夠早，唔夠清楚咁明白呢樣嘢。第8，呢個真係勁嘅 Henry Kaufman 都好有智慧咁講過。因為社會認同而過度受影響嘅偏見，即係話太過跟隨其他人嘅結論，特別係喺自然不確定同壓力之下。心理學家用咗其中一個例子就係 Kitty Genovese案。當時有咁多嘅人，我唔知大約有50、60、70個人就冇坐喺度，佢都冇做，佢慢慢俾人謀殺。其中一個解釋就係大家都望住其他人，見到啲人做嘢，自己都冇做。所以自動就有一種社會認同，覺得正確嘅做法就係佢都唔做。但係我覺得呢個解釋對 Kitty Genovese 案嚟講唔夠好，呢個只係其中一部分啫。其實呢，仲有啲微觀經濟學嘅概念啊、得失比率等等都會影響成件事。我覺得現實入邊，心理學同經濟學嘅概念成日都會互相影響。一個唔明兩樣嘢嘅人，真係蠢到冇得救。大老闆都會陷入呢啲社會認同嘅浪潮。你記唔記得幾年前呢，有間石油公司買咗間化肥公司啦，跟住呢，幾乎呢所有大石油公司呢爭住呢去買化肥公司嘅。其實喺石油公司去買化肥公司根本冇乜理由。嗱，佢哋又唔知應該點做。如果埃克森咁做，美孚就覺得咁做都冇問題。反之亦然，而家佢哋全部都冇晒啦。呢件事簡直係一場災難。而家我哋講下有效市場理論啦。一個好經濟學理論，儘管巴郡經驗唔同，但係仍然流行已久。事實上，有位諾貝爾獎得主亦都曾經分享此觀點。每年佢都會睇住 Berkshire Hathaway 嘅人呢，就會拎佢同佢講話，市場未必真係你哋嘅有效率。佢就話呢個只係一個2個標準差嘅事件啫。之後佢又話我哋係3個標準差嘅事件。再之後呢，佢又話我哋係4個標準差嘅事件。最後佢甚至話到6個標準差。與其因為證據唔同呢，就
改理論啦，不如加多個標準差選啦。當然啦，當呢位睇過諾貝爾獎嘅人自己去做資金管理嘅時候呢，佢就沉落水，完全唔掂。如果你睇下我之前講過嘅 Deterrence， 第一樣呢就係增強作用嘅力量。畢竟你做嗰啲嘢嘅市場升嘅，你又有錢賺，又有人讚你，咩都有。如果你喺市場入邊落住，市場又跟你方向，你就會得到好多正面增強。仲有社會認同，即係話市場價格其實就係最終極嘅社會認同，反映咗其他人點睇。所以呢種組合呢，真係好強大。咁你點會預期市場整體水平永遠都係完全有效率嘅呢？即使係1973至74年嘅交易場，或者1972年，或者嗰陣時 Nifty 50股都係最風光嘅時候。如果呢啲心理學理論啱嘅話呢，你就會預期會有啲非理性嘅浪潮，會帶動整體水平去到佢哋。所以呢，佢哋同佢哋唔一致，同理性唔一致。令呢啲經濟學家佢中意有效市場理論嘅原因，就係因為數學好優雅。呢種數學就係佢哋學識咁嘅，手上得把錘，咩問題睇落都似係釘。另一個事實呢，就有啲亂七八糟。佢哋已經唔記得佢哋偉大嘅經濟學家 Keynes， 我哋冇講過，寧願大概啱都好過精確啲錯。9，對比偏見會令到感覺、知覺同認知出現扭曲。呢度Cialdini喺堂上咧做嗰個好出名嘅實驗，佢哋嘅3桶水，一桶熱，一桶凍，一桶係室溫，一桶熱，一桶凍，一桶係室溫。佢叫學生左手浸落熱水，右手浸落凍水，之後叫佢哋攞翻對手出嚟，一齊放入去，擺入室溫個桶水度。咁當兩隻手一齊浸喺同一桶水入邊，一隻覺得熱，一隻覺得凍，因為人嘅感覺系統好容易俾對比影響，佢哋一個絕對嘅標準。咁入邊呢，其實係一個對比標準，而且呢個標準仲有量子效應嘅入邊，要有一定百分比嘅變化先會俾人察覺到。有魔術師叫你除表，我試過被除咗表都唔知，道理都一樣。咁就係利用你感官系統入邊嗰啲對比型問題嚟做嘅。但係重點就係認知其實會模仿感覺，而操控認知嘅人就好似偷你指表嘅魔術師一樣。換句話講，其實成日都有人利用呢種對比現象嘅操控力。你睇下，好似地產經紀咁啦，假設你啱啱搬咗呢個城市，第一件事呢就係帶你去咗2間你見過最貴最差嘅屋，跟住佢就帶你去抵嘅，價錢貴得嘅又唔算太離譜嘅屋，咁你就會覺得啱晒，呢招好 work， 所以地產經紀成日用，永遠都 work。人生入邊嘅意外都可以咁樣影響你，甚至可以搞到你一世都唔開心。我嗰代冇女仔未結婚都會喺屋企住，我見過好多條件好好嘅女仔，因為屋企環境好差，結果嫁咗佢完全唔啱嘅人。我都見過佢好差嘅第二段婚姻，原因只係因為同第一段更差嘅婚姻比起嚟，第二段有啲微小嘅改善。你以為自己唔會中招，仲會笑人，但我想同你講，你都唔例外。同埋我最中意嘅一個比喻，我唔敢話一定準確。我有個咁嘅用嘅朋友，我成日同佢打橋牌，佢完全係個知識業餘分子，靠遺產過活。但佢有次同我講咗句，我好中意聽佢嘅。佢話查理，佢話如果你將隻青蛙掉落滾水入邊，隻青蛙會即刻跳翻出嚟。但係如果你將隻青蛙放喺室溫水度慢慢加熱，隻青蛙就會喺入邊死嘅。而家我唔知呢個關於青蛙嘅講法係咪真，但我可以肯定呢個情況就真係發生咗。我識咗好多生意人身上又冇啦。呢個就係對比現象，呢啲人都係勁人，
做咗好有火力。我意思就係佢哋絕對唔係蠢人。所以如果你想成為一個有良好判斷力嘅人，你就一定要處理下你腦入邊呢種扭曲。你個腦就係咁容易俾單純嘅對比誤導，權威過度影響大類嘅偏見。講到呢度呢，就要提下所謂嘅米爾格倫實驗。我哋已經有1600篇心理學論文係講米爾格倫嘅，佢揾咗一個人扮權威人物嘅普通人去做出嚟，佢本來唔會做嘅嘢。所有理由都顯示佢哋會對完全無辜嘅市民施以嚴重嘅電擊酷刑。而呢個實驗其實佢係想解釋點解希特拉會成功，仲有其他嘅嘢嘅事。所以呢個實驗呢，真係引起咗全世界嘅關注。部分原因係呢個話題好政治正確，同埋被權威過度影響。仲有另一個好實用嘅例子，你要中意呢個例子。你有一個機師同一個副機師，機師就係權威人物，佢哋唔會喺真飛機度咁做，但係喺模擬器入邊做過。佢哋會安排機師做嘅嘢，而副機師其實喺模擬器訓練咗好耐，佢好清楚自己唔可以俾架飛機墜毀。佢哋會安排機師做嘢嘅，就算係個白痴副機師都知架飛機就冇墜毀，但因為係機師做緊，副機師就坐喺度。機師又係權威人物，有1/4嘅情況架飛機真係墜毀㗎。我哋意思其實咧係想講咧，呢一種心理上邊嘅傾向真係非常之強大。雖然佢哋得咁誇張，但我一陣再講11失去而產生嘅過度反應綜合症，包括對稀缺性嘅偏見同埋差嘅擁有但被收走咗嘅。我哋只雜種狗做例子，好可愛又冇害過狗。唯一一個方法可以令隻狗咬你，就係等咗喺口入邊已經有嘅，你再試下啲走咗佢哋嘅。如果你睇有試過喺勞資談判入邊做過讓步，就會知道其實每個人心入邊都有隻人類版嘅狗。我有個鄰居係我喺個小島上間屋嘅前任屋主，喺隔離屋嘅鄰居種咗一棵大約3尺高嘅細松樹，結果就原本可以180度望晒個海港，變咗得返179又3/4度。結果呢，佢哋就好似Hatfield 同 Coyce 喺結下嘅血海深仇，鬥過又鬥。睇完佢啦，即係話人對於佢微細嘅損失都可以睇到嘅。如果你真係照做，仲會引發互相報復嘅傾向，因為人呢唔只會回應好感，你仲會回應敵意，成件事就會越搞越大。所以單單係你潛意識過分重視自己失去咗啲咩，或者差嘅就諗到，但係睇唔到，都可以搞到人做出極度瘋狂嘅行為。而最極端嘅商業例子就係新可口可樂。可口可樂擁有全世界最有價值嘅商標，我哋係最大股東，即係話我哋都好明白呢個商標嘅價值。可口可樂有成班頂尖嘅工程師、律師、心理學家、廣告高層等等，佢哋對一種味道有商標，仲用咗差唔多100年時間，令到大家相信呢個商標仲有好多無形價值，而大家都將呢個商標同一種味道聯想埋一齊，所以佢哋打算同大家講，唔係話改良嘅，味道係冇得改良嘅。味道呢其實係個人口味問題，即係話你可以改良洗衣粉之類，但如果你話要大幅改變一種味道，所以佢哋就引發咗一個好大嘅剝奪反應綜合症。百事可樂差啲就會用百事嘅樽裝翻舊可樂出嚟，如果真係冇做，肯定會成為現代史上最大嘅災難。完美、完全徹底嘅瘋狂。順帶一提啦 ，Go-Shweta 同 Q 對呢件事都豁達啦，即係話佢哋都搞笑咁講。Q 成日都話嗰陣我應該係去啲旅行，佢每次都有參與嘅，真係一個好好嘅人。順帶一提 Go-Shweta 都係一個好嘅、好聰明嘅人，仲係工程師嚟嘅。聰明人都會犯咗咁嚴重嘅錯誤。點解你會唔明白剝奪超級反應綜合症呢？但係人哋意思係
人哋對損失同獲得嘅反應唔係對稱嘅，可能好似 Jack Hauser 咁嘅頂級橋牌手就得，但嗰啲係訓練出嚟嘅反應，普通人就唔同，潛意識咁樣受襲嘅天生嘅傾向影響，因為妒忌同羨慕而產生嘅偏見，佢羨慕同妒忌造成咗嘛？十呢入邊有兩條都係講呢啲，你哋有養過兄弟姊妹就知咩叫羨慕啦，或者試過管理律師樓、投資銀行，甚至係大學係都會明。我聽過 Warren 講過唔止6次，推動世界嘅唔係貪婪而係羨慕。同樣喺呢度，你要瀏覽心理學概論課程，然後查看索引，極度羨慕一本上千頁嘅書，佢係空白嘅。學術界存在啲盲點，但係佢係一種非常強大嘅力量，並且喺好大程度上係喺潛意識層面運作嘅。任何唔理解佢嘅人，正在承擔佢唔應該有嘅缺陷。化學依賴性造成嘅偏見，好啊，我哋不必談論呢件事。我哋都見過太多呢啲嘢，但係有趣嘅係，只要有需要，呢啲嘢總係會導致道德崩潰，而且咧總係涉及大量否認。呢種情況會加劇我哋之前嘅飛行者案例講過個問題，即係扭曲現實，令自己可以接受賭博強迫症帶嚟嘅偏見。喺呢度，Skinner 係標準心理學概論課程入邊唯一有解釋呢個現象嘅人。佢當然係為咗母鴿同老鼠設計嘅一個變化獎勵率，發現咁樣可以比其他任何獎勵模式更加強化行為。佢話：我解釋咗點解賭博嘅文明社會入邊呢會咁有吸引力，同佢容易令人上癮。我覺得佢好大程度上呢個講法都啱，但係作為 Skinner 咁好似覺得呢個就係唯一嘅解釋。但係事實上，而家喺設計現代賭博機器同技術嘅人識好多 Skinner 唔識嘅嘢，例如話彩票，你有個彩票係你抽籤咗個號碼，然後有人再抽籤咗個號碼，咁樣玩法就咁俾人玩。但如果你搞個彩票俾人自己個號碼，就會好多人玩。歸根結底，定係堅持同投入嘅問題。而人認為，既然佢哋已經投入其中，咁佢就一定係好嘅。一旦係佢哋自己選擇嘅，咁就更有說服力啦。畢竟佢哋想到並做到啦。玩老虎機嘅時，你抽到酒吧檸檬呢個情況接連發生，你經歷咗多次險啲中獎嘅時刻。呢個就係剝奪性超強反應綜合症。講真，設計呢啲機器嘅人呢，真係好了解人類心理。如果你係高智商嗰班人，佢哋仲有啲撲克機等你可以自己嘅，你甚至可以同部機玩21D咁樣。我哋用電腦整到嘅真係好犀利，搞到成個文明都俾人玩埋嘅。但係無論如何，賭博強迫症真係一樣好強大、好重要嘅嘢。你睇下我哋國家發生咩事，每個印第安保留地、每條河邊小鎮都係咁。你再睇下有幾多人因為呢啲加埋佢哋嘅股票經紀同其他人，搞到身家敗晒。再講多次，如果你去咗標準心理學教科書，基本上揾唔到咁嘅內容，頂多一句講下 Skinner 嘅老鼠實驗。咁樣嘅覆蓋真係唔夠。對呢個主題嘅討論實在太少，因為中意而產生嘅偏見，包括特別中意自己人、自己嘅思想結構，仲有特別容易俾自己中意嘅人誤導。唔中意帶佢嘅扭曲同埋偏見，同中意相反，唔中意會令你對某啲人學咗學得唔好，產生偏見同扭曲。佢又冇啦，我哋有啲極之強大嘅傾向。如果你睇下哈佛法學院入邊嘅爭拗，就算我哋而家坐喺度，都會見到佢好啲嘅人都會陷入幾乎病態嘅行為。呢啲其實係非常之強大，基本潛意識入邊嘅心理傾向，或者至少有部分係潛意識。而家我哋翻去講 B.F. Skinner， 再講一次呢，手持鐵錘症候群。
點解手持鐵取症候群呢？永遠都存在。其實如果你停一停睇下，社會本身已經造成咗偏見，佢嘅專業聲譽同埋識，佢哋緊緊扣住一齊。佢中意自己，亦都中意自己嘅睇法，而且佢已經同其他人表達過呢啲諗法。呢個就係一種一貫性同承諾嘅傾向，即係話你有4-5種嘅基本嘅心理傾向夾埋一齊，就會造成手持鐵取症候群。一旦你明白咗呢一點之後，你其實唔可以真係靠人幫你嘅，咁部分可以，但大部分都唔得。喺呢個世界，你就學到一個對人生好有用嘅道理。好似巴納肖講過，佢喺《醫生的兩難》入邊有個角色講到最後，每一個專業都係對外行人嘅一種陰謀。但其實呢，你講得唔完全啱，因為其實唔係咁多陰謀啦，反而係一種潛意識嘅心理傾向。嗰個人會同你講嘅對佢自己有利嘅嘢，佢根本唔覺得自己做錯啲咩，就好似嗰個醫生成日幫人切正常膽囊一樣。佢仲相信自己嘅諗法可以醫好癌症，咁仲相信佢覺得自己守護住佢嗰啲魔鬼係最大最重要嘅魔鬼。但事實上呢，嗰啲魔鬼可能同你面對嘅比起佢細得多。所以你而家喺呢個世界度聽緊你嗰個收錢顧問俾你嘅建議，但佢本身帶住一大堆可怕嘅偏見，咁你就大啲啦。其實得2個方法可以應付呢啲情況。你可以請個顧問啦，然之後好似我以前咧玩步槍射擊咁，加個風速修正值落去，我會根據風速每小時幾多你嘅調整呢。又或者你可以學識你顧問行業入邊最基本嘅元素。順帶一提，其實你唔需要學好多嘢，你只要學少少，咁你就可以叫佢解釋點解咁啱。呢2個做法都可以減少思維上嘅偏差。你都試過請人啊，大致上嚟講呢，效果都好差。我哋長人生入邊呢，從來未見過一份管理顧問報告係咪以下呢段作結尾嘅。其實呢個情況最需要嘅就係更多管理顧問服務，一次都冇試過例外。我成日都會喺最後一頁。當然 Mercer Attaway 唔會請佢嘅，所以我只係純粹八卦咁睇下啫。有時我哋嘅非牟利機構呢，會有佢哋居嘅人呢，請咗一個17人腦本身唔數學化，處理機率時只會用咗好粗略嘅經驗法則，經常俾單純對比誤導，仲有傾向過度重視嘅方便睇到嘅資訊，同埋呢個清單上其他心理根源嘅錯誤思維傾向呢，其實大腦應該要用 Fermat 同 Pascal 嗰啲簡單機率數學，應用咗所有合理嚟到而且正確加權嘅資訊上去預測結果。正確嘅思考方法就係好似 Zach Hauser 打橋牌咁，就係咁簡單。但你個腦天生唔識用呢種思考方式，Zach Hauser 就識得點樣打橋牌。而家你會留意到我提嘅嗰個可得性 availability 嘅概念，其實我都係模仿一啲好有名嘅心理學家 Donman， 希望我哋讀錯，同 Tversky。咁佢將可得性提升到一個錯誤判斷嘅啟發法層次。其實佢哋講得好有道理，即係你問下可口可樂公司啦，佢哋將可得性變成一種世俗宗教，睇下可得性會唔會改變人哋行為。如果可樂成日都冇你身邊，你一定會飲多咗好多。即係話可得性真係會改變你嘅行為同埋思維。不過雖然我認同啦呢點，亦都欣賞 Tversky 同 Kahneman， 但我自己嘅系統呢，就唔係太中意單靠呢個，除非佢係一個更大子系統嘅一部分。即係話你要好似 Zach Hauser 打橋牌咁去咁嘅，唔單止係可得性嘅，會影響你嘅判斷。呢張清單上邊所有嘅都會扭曲你嘅判斷。我想訓練自己
唔好一見到可得性就即刻跳落去，而係要喺腦入邊逐樣點清楚成個清單。所以我先會咁樣講，某程度上呢啲心理傾向會令某啲嘢變得唔可得。因為如果你好快就跳咗去某一樣嘢，然之後因為你已經去到嗰種一貫性同埋承諾傾向，就會令你鎖死咗嗰個選擇度。咁呢個就係第一個錯誤。又或者如果有啲嘅好生動，我下一步就會講，佢就真係會好深刻嘅入腦，而真正重要嘅嘢變得唔可得，而佢特別生動嘅嘢反而贏嘅。原因就係因為嗰種特別生動，反而令其他嘢變得唔可得。所以我覺得揾一大堆會令你唔好諗住 Zach Hauser 嘅因素呢，係好過只係冚一個因素。唔好淨係跳落去一個因素度喺度。我覺得我哋應該講下 John Goodfriend， 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人性例子。將來起碼成代人所有正規專業學校都會教呢個案例。Goodfriend 有一個好信任嘅員工，之後發現唔係因為佢自首，而係意外發現原來呢個信任嘅員工政府到好緊要，仲操控嘅會計系統，呢個實際上就等同於偽造。嗰個人即刻講到我以前從來冇做過，我再都唔會咁樣做啦。呢個係一個孤立嘅例子。當然好明顯佢咁樣做既幫政府亦幫自己，因佢認為政府竟通過咗佢反對嘅法律。畢竟若政府唔理會所羅門兄弟嘅交易員，咁算咩政府？無論如何，呢個人一直都係一個細圈子入邊嘅成員。呢個圈子為所羅門賺嘅，最近為所羅門賺咗超過10億美金，而且只係一小撮人。所以其實有好多心理因素喺度發揮緊作用。你知道呢個人嘅妻子就喺你面前，佢流露出人性嘅同情，佢好似喺請求你嘅幫助。呢個係一種鼓勵互惠嘅形式。所有呢啲心理傾向都喺度發揮作用。呢個佢所在嘅團隊仲能夠為你賺好多錢，好大。好朋友唔會俾嗰個人收銀。當然佢以前就咁做過，而且佢又咁做啦。咁而家你睇落好似你都差唔多想咁再做多次嘅，偏知你個樣變成點，但肯定冇嘅。就係咁簡單一個決定，毀咗 John Goodfriend。其實好容易就會咁做。而家我哋睇清楚嘅，好似打橋牌嗰啲人好似 Zach Hauser 咁，你發現有個例子。咁我哋其中一間子公司 See's Candy Company 有個細粒嘅老婆婆伸手入錢箱。咁我會點講？我以前從來冇做過，我以後都唔會再做。呢件事會毀咗我一生，求下你幫幫我啦。仲有佢嘅仔女同朋友都喺度，咁都做咗30年啦。企喺堂個櫃台後邊，對腳腫晒。你都係個老婆婆啫，咁樣嘅人生唔係好光輝咩？你又有錢又有權，咁就喺度。我以前從來咁做過，我以後都唔會再做。咁你覺得佢真係以前從來冇做過嘅機會有幾大？如果你要捉一年有10單盜用公款嘅案，咁你用 Tversky 同 Kahneman 所講嘅基線資料去睇，有幾大機會其中一個人真係只係做咗一次。至於嗰啲之前做過以後都會再做嘅人，咁佢又會點講？喺 See's Candy Company 嘅歷史上佢哋總係話我以前從未做過，以後亦都永遠唔會再做啦。我哋俾佢哋收銀，如果唔咁做，咁咪太邪惡啦。因為呢種可怕嘅行為會蔓延開嚟。仲記得嗎 ？Cervical， 我嘅意思就話，如果你放任呢啲因素就會產生社會認同激勵引起嘅偏見以及好多心理因素啦。咁將到啲邪惡行為蔓延，好快整個地方都腐爛咗，
文明亦都腐爛咗。呢種行為方式唔對。我承認喺認識員工嘅妻子同孩子之後，我解僱員工嘅時候，確實支付過遣散費，因為帶住情婦進行長時間嘅國外旅行。我介意嘅唔係通姦，而係挪用公款。但係呢，我唔會好似 good friend 咁做啲佢哋會喺我去呃其他人嘅情況下，喺嗰啲情況下，我覺得你一定要炒咗嘅。但如果佢哋只係偷你哋，而你又解咗佢哋，我覺得你唔需要追到盡，報仇到底。我覺得你根本唔需要報仇。我覺得報仇啲咩用？而家我哋講下因為過分鮮明嘅證據而產生嘅偏見。有一個例子呢，我而家坐喺度講呢番說話，已經窮咗最少3000萬美金，因為我曾經買咗300股某隻股票，跟住個經紀打返嘅話，佢仲有1500股。我問佢：你可唔可以幫我留15分鐘，等我哋一啲？至於呢間公司嘅 CEO， 我一生人見過好多鮮明又奇怪嘅人，但呢個人真係破晒世界紀錄。我講緊就係嗰個 CEO， 我就係判斷錯㗎。事實上，佢嗰個情況根本係穩贏無輸，佢好快就會過身。我拒絕咁多買嗰1500股，而家就蝕咗3000萬美金。呢啲就係大城市嘅人生。嗰時其實唔係話隨時都買到嗰隻股票，所以其實好容易會錯判咗好鮮明嘅證據。有個好朋友就係咁做，佢望住嗰個人對眼，原諒咗佢個同事。22壓力引致嘅心理變化，有大有細，有暫時性，亦有永久性。唔係，我跳漏咗一個精神混亂，係因為資訊喺佢腦入邊有條理嘅排列，佢用理論架構去回應點解呢個問題，而發展出合理嘅歸納。仲有就係佢資訊睇落好似可以解釋點解，但係其實唔係，從而帶嚟錯誤影響。仲有因為佢好好解釋點解導致睇唔到應得嘅影響力，但我哋都識啲人係唔合格嘅。佢哋試下死記硬背，試下照背出嚟，但都唔得。人腦唔係咁運作嘅，你一定要將事實擺喺理論架構上面，要答到點解呢個問題。如果你唔諗做，你真係應付唔到個世界。而家我哋講到 Feuerstein， 佢係 Salomon 嘅總法律顧問。當 Good Friend 犯咗大錯，強行咁做嘅時候，我知得清楚嘅，佢同 Good Friend 講咗，你一定要報告呢件事。呢個係道德同審慎商業判斷嘅問題。佢話呢件事大概唔犯法，可能啲法律責任要咁做，但係作為審慎行為同正確對待你主要客戶呢，係一定要做嘅。佢最少同 Guthrie 講過2-3次，然後就冇再講。咁當然呢，就勸說最後都失敗嘅。跟住 Guthrie 出事嘅時候， Feuerstein 都一齊陪佢落水。呢件事毀咗 Feuerstein 人生入邊好大一部分。Feuerstein 呢，其實係哈佛法律評論嘅成員呢，冇犯咗一個好基本嘅心理學錯誤。如果你想說服一個人呢，你真係要同佢講點解。咁我哋嘅第一課學到呢啲咩？誘因真係好重要，係嘛？生動嘅證據呢，真係有用。佢應該話俾好朋友聽，你咁樣做好可能會毀咗你嘅人生，俾你嘅家族蒙羞，仲會賠光你嘅錢。莫西爾值得咩？我識住咗呢兩個嘢，咁樣做呢係行得通嘅。所以福斯坦基礎心理學唔及格。呢位律師非常老練，才華橫溢。你冇咁做，呢個並不難做到。你知道，只係都要記住點解，非常重要。其他嘅感覺記憶、認知同埋知識方面嘅正常局限性。我哋時間搞呢啲壓力咧，引起咗心理變化。呢度我最中意嘅例子就係偉大嘅巴甫洛夫，佢有好多狗困喺籠入邊啊，全部都已經被
訓練到你行為改變晒啦。跟住偉大嘅列寧格勒水災嘅水一直升，狗就困喺籠入邊，隻狗承受咗，你可以想象到狗會有啲最大壓力。水退咗，啱啱救翻到部分狗，巴夫洛夫發現佢哋嘅條件反射性格完全逆轉嘅。作為一個偉大嘅科學家，喺之後用個餘生去令狗精神崩潰，咁學到好多嘢，我覺得真係好有趣。我從來未見過有任何弗洛伊德分析師知道巴夫洛夫最後嘅研究啦，亦未見過有律師知道啦。有邊個明白巴夫洛夫喺狗身上發現佢哋其實同洗腦、反洗腦、邪教等等有關？我意思係喺高層次入邊，基本心理學知識嘅無知真係好嚴重。跟住我哋仲有其他常見嘅精神病同衰退，無論係暫時定永久，包括因為唔用而失去能力嘅傾向。咁然後我仲想講下，因為有啲就講綜合症而出現嘅心理同組織混亂。呢度我最中意嘅例子就係蜜蜂，蜜蜂出嚟揾到花蜜之後呢，翻嚟會跳一隻舞，話俾其他蜜蜂知花蜜喺邊度，跟住其他蜜蜂就會出去攞翻啲。有個好啲嘅科學家，好似 B.F. Skinner， 佢哋做個實驗，咁就做咗個實驗，咁將花蜜擺到直上高高嘅地方，好高，但係呢，喺自然環境入邊呢，根本冇花蜜會咁高，直情高到離譜。可憐嘅蜜蜂根本冇一個基因程式可以應付而家要傳達嘅資訊。你可能會以為蜜蜂翻到蜂巢會縮埋一角，但係佢哋咁做，佢翻到蜂巢跳咗隻亂七八糟嘅舞。我一世人都係同人類版嘅蜜蜂打交道，而設計好啲嘅係人類組織入邊一個好重要嘅部分。所以睇雜音啦、互相回應啊等等啦，所有我叫做一定要講啲咩綜合症嘅人，其實都唔會真係影響到決策。而家係時候要問2-3個問題，呢個係成個講座入邊最重要嘅問題。當呢啲標準心理傾向結合埋一齊會點？如果情況或者人為精心操控，令幾種心理傾向同時向住同一個目標影響一個人，會發生咩事？好明顯嘅答案就係幾種心理傾向結合一齊，改變行為嘅力量會大大增加，遠超單一傾向單獨發揮嘅效果。例子咧就係 Tupperware 派對。Tupperware 而家已經賺咗幾十億美金，就靠幾個操控人心理嘅小花招。呢啲手法咁低俗，當時 Justin Dart 公司嘅董事都因為佢硬推呢啲做法而辭職。不過講經濟結果呢，其實佢完全做啱嘅。Mooney 嘅脫髮方法咁真係好有效，咁就係將4-5種心理技巧一齊用。匿名戒酒會 Alcoholics Anonymous 嘅系統有50%唔再飲酒嘅成功率。當其他方法全部失敗，得出嚟嘅結果，呢個系統好聰明，一次過用咗4-5種心理機制，而且我可以話呢，目標都係好正面嘅。Milgram 實驗，你睇下 Milgram 實驗成日俾人解讀成純粹係服從，但係事實上喺 Milgram 實驗入邊呢，嗰個叫學生加大電擊嘅實驗人員呢，其實佢有解釋點解要咁做。其實嗰個解釋係假嘅。佢話我哋需要咁做係為咗追求科學真理之類。呢個講法大大改變嘅參加者嘅行為。第二，佢係逐步引導佢哋由細細個電擊慢慢加大再加大，佢就出現過承諾同一致性傾向同埋對比原則，兩樣嘢都推動咗呢種行為。所以呢，其實係有4種唔同嘅心理傾向一齊發揮作用。咁樣Lollapalooza 效應就出現啦。通常都有4-5種因素一齊發揮作用。我細個嚟推理小說成日講 Churches love fame 揾女人，但其實你喺人生入邊應該揾嘅係嗰啲組合，因為組合先至最有可能害到你。又或者如果你係 Tupperware 派對嘅發明人，呢個組合就有機會令你發大財，只要你頂得順啲做嘅時候要剃鬚。跟住我最中意嘅例子之一呢，就係麥道飛機緊急疏散災難事件。政府規定呢，飛機要通過一啲測試。多謝你。有幾個測試，其中一個呢就係緊急疏散，要喺好短時間內呢，
好似90秒咁，將所有人疏散出去。政府有規定要做到好逼真等等之類。你唔可以淨係佢個20歲嘅運動員嚟做飛機疏散測試，所以密度就喺一個機庫安排嘅呢個測試，仲將個機庫搞到黑漆漆。而個混凝土地板呢，就喺下邊25尺，佢哋用咗細細條橡膠滑梯，揾咗好多老人家，響鐘一響，大家就一齊衝出去。到朝早第一次測試做完，已經整蠱唔知20個嚴重傷者要送去醫院。當然佢哋下晝仲安排咁多一次測試。順帶一提，除咗搞到咁多傷之外，佢哋都冇達到規定嘅時間。我哋點做啊？我哋下午又再做多次，今次又再整多20個傷者，仲有個脊髓斷裂，永久嘅，冇得醫。呢班係工程師嚟嘅，呢啲都係好啲嘅人。成件事喺大機構入邊諗過有冇？又係呢啲係一種傾向嘅結合。有權威叫你咁做，我哋叫你做得真嘅。你決定咗要做，你決定佢要做2次。Incendia 造成嘅偏見，如果你過到關呢，你可以諗好多錢呢。你要過到呢個關卡先可以埋你新嘅客機，又係3、4、5樣嘅一齊發生，就會搞到人個腦變成漿糊嘅。可能你覺得佢投資唔會發生呢啲事，如果係咁，你同我生活咗2個唔同世界。最後呢，就係公開叫價拍賣。公開叫價拍賣就係專登整蠱，搞到人個腦變漿糊。你會有社會認同，見到其他人都出價，你會有互惠傾向，你會有失去超級反應綜合症，因為見嘅就冇咗㗎。即係呢啲完全係設計嘅操控人做嘅蠢事。最後呢，就係美國大型公司董事會呢個制度。咁最高嗰個呢，就係佢坐喺度係一個有權威嘅人物。佢做咗好無攬頭嚟嘅，你望下成個董事會，咁其他人反對，社會認同，咁樣都得，互惠傾向，咁每年都加董事費，咁用公司飛機帶你去睇嘅有趣嘅廠房，或者唔知做咩鬼嘅，你都會去，咁你就會見到作為一個糾正決策嘅機構，典型美國董事會變得極度失效。董事會佢哋只會個情況差到影響到自己形象，或者有法律責任威脅嘅時候，先至會行動。呢個就係誘因嘅力量，呢個就係芒格嘅定律。即係咁都會有啲唔同芒格定律嘅情況，但大致上呢，董事會作為糾正機構呢，其實好無效。如果最高嗰個人有乜嘢，咁其實都幾常見。第2條問題，呢個標準心理傾向清單會唔會同歐幾里得嘅系統比起嚟，其實係唔啱嘅，同義反覆，即係會唔會有重疊，或者清單入邊有啲項目其實可以由其他項目組合出嚟？答案好明顯係會咁。第3，咁呢個清單所指嘅思考系統喺現實世界有咩實際用處？會唔會因為呢啲心理傾向係由人類長期進化編程嘅入腦，令到我哋根本擺脫唔到，所以嘅實際好處？所謂廣義進化，我指佢係基因同文化進化嘅結合，但主要都係基因。咁答案就係呢，佢傾向有部分係好嘅，事實上可能好處遠多過壞處，否則佢哋都唔會存在。總括咁講，考慮到人類有限嘅思考能力呢，佢經驗法則對人類嚟講都算幾有用，所以先會俾廣義進化編程嚟入去。無論如何，呢啲傾向唔可以自動咁樣完全抹走呢，其實都唔應該咁做。不過頭先講嗰套心理思維系統呢，其實對傳播智慧同良好行為呢好有用。只要你明白啲，並且正面咁去運用。以下有冇例子？卡爾布魯恩嘅溝通做法，佢設計煉油廠，技術高超又有誠信。佢有一條好簡單嘅規則，記住我講過點解咁重要。你嘅布魯恩做唔守規矩會被炒，你要記住5W， 交代清楚同邊個做嘢，揀邊幾時同埋點解。如果你寫咗一份溝通稿卻漏掉咗原因，你就會被解僱。因為布魯恩知道建造煉油廠好複雜，佢可能會爆炸，各種各樣嘅事情都可能發生。佢
佢知道如果你總係話俾佢聽，佢嘅溝通方式會更有效。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習慣，但係佢真係非常有效。第二，模擬器嘅飛行員訓練入邊嘅應用有冇一次能力，如果唔用咧就會退化。模擬器真係上天嘅恩賜，因為你可以保持嘅技能新鮮。匿名戒酒會嘅系統咧，絕對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利用咗對心理傾向嘅理解。其實我覺得佢哋都係撞彩撞出嚟嘅，所以你都可以當佢係一種進化出嚟嘅結果。就算佢哋係撞彩撞出嚟咧，都唔代表你唔可以喺需要嘅時候咧，為咗一個好目的，自己發明類似嘅方法。醫學院嘅臨床訓練，呢個就係一個非常正確去理解心理學嘅方法。標準做法就係喺一次做一次教一次，呢個真係可以好深刻咁記住你想記住佢哋，又係嗰種一貫性同承諾傾向。呢個真係一個非常正確嘅臨床醫學教學方法。美國憲法會議嘅規則，憲法制定會議，全程保密，直到最後先投票，然後對成份憲法只投一次票。呢啲真係好聰明嘅心理學規則。如果佢哋用嘅另一套程序，大家都會俾自己講過嘅說話，自己嘅演說逼到走投無路，而且直到最後一票都冇記錄投票，但係靠呢啲明智嘅規則呢，佢哋先至險勝通過嘅。如果我哋嘅先輩們呢冇如此敏銳嘅心理洞察力呢，我哋就唔會有憲法。睇睇我哋而家嘅人群。第六，運用奶奶嘅規則，我中意呢個。該中心嘅一位心理學家靠住喺美國各地奔波賺取巨額收入，佢教高管們點樣自我操控。而家奶奶嘅規矩啦，係唔食胡蘿蔔咧就唔能夠食冰淇淋。奶奶係一位非常睿智嘅女性，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嘅系統。所以呢位非常有名嘅心理學家就周圍走教高管點樣安排佢哋嘅一日。咁佢哋就會逼自己先做咗唔開心但重要嘅嘢，做完之後再用佢自己真係中意做嘢嘅嘢獎勵自己。佢講得非常正確。第七，哈佛商學院強調決策樹。我細個又蠢嗰陣，成日笑哈佛商學院。我話佢哋教咗28歲嘅人呢，高中代數嘅現實生活都用得住。我哋講緊基本嘅紀律。但之後我醒咗，發現佢哋嘅做其實好重要，遲做總好過唔做。第八，強生公司用事後檢討。大部分公司，如果你做咗個收購，結果變成災難，所有導致呢個愚蠢收購嘅文件同簡報都會好快俾人遺忘。你有否認，你有世上所有嘅，你有巴甫洛夫式聯想嘅傾向，冇人想同嗰件衰咗扯上關係，甚至連提都唔想提。喺強生公司，佢哋會叫所有人重溫以前做過嘅收購，仲要逐份簡報嘅睇翻晒。呢個做法真係好聰明。順帶一提嘅，我自己都成日咁做。第九，查爾斯達爾文呢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佢避免嘅確認偏誤。達爾文可能改變咗我一生，因為我好中意嘅傳記。當我發現佢總係特別留意嘅反證，仲有用晒嘅心理小技巧時呢，我又發現呢，其實佢唔算好嘅。以一般人嘅敏嘅標準嚟講，佢都唔算特別聰明。但係佢最後都係撞咗西文字，我就唔會去到嗰度啦。老實講，我心睇呢個人按客觀證據嚟嘅，根本睇我哋嘅，但佢就可以撞咗西文字，咁一定有嘅。我應該學咗啲門，所以我開始好似達爾文咁，着咗粗糙衫，想訓練自己戒甩嘅潛意識心理習慣，因為呢，佢會令我犯好多錯。好明顯呢個方法唔係完全有效。聽我講嘅你都知啦，但係如果我哋咁做，情況只會更差。你識得呢啲心理傾向，就可以避免俾啲人玩弄你，揾你着數。好似 Sam Walton 嘅 Sam Walton 會俾採購員收單，推銷員送咗手巾。咁好清楚潛意識上互惠傾向有幾咁強大。Sam Walton 咁做絕對係非常正確嘅做法。跟住就係 Warren Buffett 對公開喊價拍賣嘅規條。
唔好去，我哋都唔會去蜜蜂投標拍賣，因為嗰啲通常都唔係一個有效率嘅做法，原因唔同。不過 Stackhauser 就會明白。第四，喺呢個清單所反映個思維系統入邊有咩特別嘅知識問題隱藏嘅，其中一個呢，就係悖論。而家我哋講緊一種人類智慧，越多人學識呢種智慧呢，就越淡化。呢個係一種本質上自相矛盾嘅智慧，但係數學中存在悖論，所以我哋唔會放棄數學。我話呢，去佢媽嘅悖論呢，呢啲嘢真係太有用啦。順便講一句，奶奶嘅規則，當你把佢應用到自己身上嘅時候，就變成咗一個悖論中嘅悖論。即使你知道自己喺咁做呢種操縱手段仍然有效，我親眼見過有人咁樣對待人哋。幾年前我抽中咗呢位靚女做我哋晚宴拍檔，我之前從來未見過嘅。雖然佢係一位洛杉磯名人嘅太太，佢坐咗喺我隔離，抬起咗靚靚嘅面，話 Charlie， 你覺得你人生嘅成功一個字可以解釋係咩？其實我知自己俾人玩緊，佢以前都應該咁做過，但我真係好中意呢一招。每次見到呢位女士，我都會有啲舉起喺我嘅精神世界裏邊。順便講一句，我話俾佢聽，我好理智。你得自己判斷呢個係咪屬實。我可能表現出咗啲我原本冇計劃要表現出嘅心理傾向。喺一位有遠見嘅經濟學家嘅頭腦中呢，心理學同埋經濟學嘅精華部分呢，應該點樣相互關聯嘅？兩種嘅觀點，呢個就係熱力學模型。你知道，即使熱力學係由好多相互作用嘅小粒子構成嘅，你都無法從牛頓引力定律同力學定律推導出熱力學。而且呢，有個好正嘅事實，你其實可以自己慢慢領悟出嚟，就係熱力學。有冇經濟學家？我覺得米爾頓·弗里德曼都係其中一個。不過我可能講錯，我都幾中意熱力學模型。我覺得睇過諾貝爾獎嘅米爾頓·弗里德曼呢，喺呢方面可能有啲唔啱啊。我覺得用熱力學嚟做比喻有冇過火？我認為唔同院科學領域嘅知識應該要協調好，消除衝突。畢竟熱力學入邊呢，其實佢哋嘅係自相矛盾嘅。